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湾高雄大寮一民众桥倒摆去告着800快速道路落来阿门头累惨死亡，公路局坦承有疏失。台北市万家一间私立幼儿园传出20仔囡仔防虐待，家长指控老师停止各地安亲班出现，把部分教育局暗探。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讲，政府无拍算要立国回答，佮讲台湾甲台积电伫全球各界晶片的领导地位已经是安全的风险咯。来看高雄的大寮，昨透早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哦，骑车要对118关岛，要对屏东骑去大寮，却因为去到着一块对800快速道路落来的红门头雷残，送病院嘛救无回来。今仔早起，民意代表跟公路局等单位去现场了解。公路局表示讲，因为附近的时间有保护的措施哦，所发生意外坦承有疏失，卖来检讨改善。高频188关道顶面，阿门头甲向阳按天顶落来，过几分钟了，现场的机车骑士经过上去弄掉，人和车拢摔出去，送医了宣告不治。开那大卡车的都是要很早去码头排队装货，因为他说晚出门的话就少跑人家一趟，就少赚1000多块。事故发生伫27透早，大屏东的张先生为着要加走一撮货运，却拄着死劫，互家属无法度相信。28透早，民代甲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勘，因为188关道大寮段顶面是800快速道路，还有监视画面作证。阿门头角正是按快速道路春秋旁修补施工的所在落落来。我们都有清过一次，但是现在这个掉下来，这是我们那伸缩缝下面的盖板快掉了，或是盖板里面的话有缝隙掉下来，累积在那边。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以前做伸缩缝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你们多久之前清的？我们之前的话清过的话是针对每个伸缩缝。多久之前清的？李长问讲，最近是当时来清理春秋旁，公路局的人煞印袂出来。附近的民众讲，春秋旁的石角哪像长期无清理？这种卡青底啊，你看迄偌久啊？伸缩盖损坏，所以造成落石落到这个桥墩，然后再由桥墩掉落到地面。那包含整个一个接水管的一个漏水的情形，我们刚刚也已经跟他澄清了。施工现场为应该为离，石角煞同款落落来。民代表示讲，已经要求公路局全面检视800快速道路的维护工程，包括爱定期定时来养护。针对石角无清理这寡细节嘛，爱改善，避免佫发生类似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国道5号的平原段，嘛发生有车到过落伫涂骹的铁片啊，毋那是一台车尔。受害的车主干那钣金考菜就开35万咯，甲这人是无着伤。警方嘛指出讲，有调监视器来调查，会来处罚。嘛，呼吁司机再会哦，都爱甲物件拢固定好势。车驶在国道向向听到砰一声，原来是弄到落伫路边的铁片。宜兰国道5号上巴平原段，真正发生铁片落伫路边，影响车通行的案件，受害车毋那一台。没办法闪，因为其实跟前面的车距虽然有，但是因为车速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大概都在90左右。我自己评估，如果我急踩刹车或要闪，其实都更危险。高小姐的车四个拢互铁片挂上的分者，部分的钣金也变形，错过车损35万。伊家即马也是心惊惊，好佳在无人员伤亡。因为线线磅空无开放大货车通过，国道5号发生物件落落去案件，无常常看到。警方指出，每年敢若3到4件，目前这个案件敢若一个受害车主报案，已经调监视器要找出落铁片的车，后续会照道交条例罚3000以上18000块以下罚金。本案依 A3 事故相关规定受理，当日即送出 CCTV 及影像 ETC 通行资料调阅申请表。后续尚需时间核对及追查掉落物品的车辆。警方呼吁用路人在汇报爱确实照相关的规定，看护办白护案，防止落落去安若无致人死伤，会吊销或者是吊扣驾驶执照。警方也继续加强巡逻，针对汇报无稳固的车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阁有虐待囡仔案件，有家长指控讲，今年3月甲囡仔送去台北市万家一间幼儿园，也毋过囡仔伫口讲伊无爱去学校，看监视器才发现讲，老师会电囡仔阿妈滚做一寡虐待的行为。
因指讲有20外囡仔受害，幼儿园阁威胁家长，若讲要看监视器阁退学。家长是真不满台北市教育局亲像为暗砍，这间幼儿园阁继续的营业，这个涉案的老师嘛，得继续去甲幼儿园有关系的补习班在做老师。还半夜还会午夜梦回做噩梦，说老师不要打我，妈妈，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真的非常痛。家长受到家己的囡仔伫幼儿园受到伤害，哭甲真大声，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去互老师扇喙皮。发生代志是伫台北市万华区的一间幼儿园。今年3月初，有家长发现囡仔的身躯有侪位的乌青，囡仔投讲老师会甲伊拍，受到苦毒的囡仔有20几位。3月中，老师佮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器的画面，佮说互学校威胁，讲要看监视器的画面，就需要退学。我们把这件事跟教育局说，教育局说无法可管，只能让我们寻求消保官的方式去走消费争议的这一块。代志发生了后，台北市教育局回应讲，已经调查幼儿园拢总40个上课日，差不多是320点钟的监视器画面。针对违法的部分，专案拢总裁罚973500块，严格处分。第一时间保存工作记录器、影像等证据，并以最快速方式完成调查，认定李姓助理教保员不当对待幼儿行为属实。但是今年4月，阁互家长发现事后幼儿园阁甲监视器拆掉，一个苦毒囡仔的老师离开幼儿园了后，阁去因幼儿园楼顶开的补习班做老师，家长就惊囡仔的安全无都受到保障。教育部回应讲，阁会请台北市进一步做处理。有关于台北市这个案件的部分，我们会先请了解台北市到底哪个部分是还没有做一个调查处理的，包括刚才的监视画面的一个部分，那哪些东西是还没有做裁处的？那另外就是对于已经被予消极管制的人员，为何还进到幼儿园来做一个从事教保服务的工作？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请台北市做一个处理。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调查，也要求台北市政府积极去保障儿童的安全，莫互囡仔伫无安全的环境大汉。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昨暗的9点11分，伫宜兰的近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哦，深度是112公里，算是中层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讲，3天内可能会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因为震央离鼓山岛是真近，外界真烦恼讲鼓山岛的火山敢会爆发。气象署是强调讲，包括鼓山岛阁有大屯火山，拢有监测，目前的状况是真稳定。国家级别警报一直响，水槽内面的水又较强要走出来。而即暗9点11分，宜兰县近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翕宜兰平原的镜头也摇摇晃晃。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而且越摇越厉害。现在裁判也把比赛给叫停了。在台北市天母球场的中华职棒比赛拍到一半，也因为地震暂停。根据气象署的资料，这边震央是伫宜兰县政府东北边22.1公里的宜兰县近海，深度112公里，算是中层地震。宜兰县贵人市、台北市、新北市、甲桃园市拢发国家级警报。气象署讲，这边地震是独立事件。它是有2个板块碰撞的雨墨带造成的，因为它这一次比较深，所以呢造成的震度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也还是让北部有达到4级的震度。台北捷运邦南线也因为地震紧急停车，好加在巡检过了后，包括台北捷运、台铁甲高铁拢无异常汇报。气象署讲，这边地震离都会区较晚，可能有盲点。一寡所在可能先感受到地震了，才受到警报。宜兰离震央较晚有4级，其他真侪所在上大震都是3级。台北市信义区因为土较松，要到4级，也比台北其他区域要搁较久。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好了，一个比较硬的岩层跟一个在类似果冻上的物体。果冻上摇晃的情况一定会摇得比较久，这样。那我们信义区它当然不是真的用果冻，但我只用比喻，所以它会相对摇晃时间比较长一点。气象署讲，侵占地震的地震尾一般拢无多，不过也无排除伫3天内可能也有规模5到5.0的地震尾。因为这边震央加鼓山岛正晚，所以大家伫咧担心鼓山岛火山
但是火山活动一般拢是较浅层，也就是10到20外公里深的地动活动较有关系，所以高山岛未受到这面地动的影响。而且台湾2个大活火山，包括孤山岛加大屯火山，拢有严密的监测，这摆状况拢正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中西区的莱雅大楼，今年因为地动受损被判作是危楼，已经超过半冬阁还未拆。最近阁因为风台大雨内底弄积水，附近民众是真烦恼卫生甲安全的问题。9月初一就要开学咯，附近的高雄是有8个填9日的本土病例，所以台南的学校嘛赶紧来摒扫校园，要保持环境卫生。台南中西区这栋莱雅大楼，规栋已经用网仔围起来，搁搭阴架。最后今年年初地动，有寡石角对地面落落来，后来互人判定是危险建筑物，但已经过半冬，拢也未拆。历经风台大雨泼入去，附近民众心惊惊，那烦恼会产生病虫害，嘛惊发生意外。当然自己安全为第一啊！对啊，因为最近地震很频繁呢。很恐怖哎！这栋大楼已经40栋，经主委出面讲，9楼到11楼早就出现结构损害，2年前就已经向市府申请拆除，不过因为产权问题，市府无处理。工务局回应7月有启动拆除作业刷流标，这阵等咧发包，估算拆除费就要4000万，市府后续会佮甲所有权认可。对此，经主委认为市府处理过程拢无参详，因诉求会当拆结构安全严重的楼层，其他通保留。足不好个对啦。因为我厝互你拆到我给伊纳钱，世间到就比旧山岛国较无道理啦。哦，民主国家敢会使安尼做咧？因为你83号你前要拆栋大楼，你唔捌83号叫去开会一届。拆除作业目前公务局正办理发包中，期望尽速完成拆除。另外9月初一，国中小连日要开学，天9月开始咧滚假。对此，台南国校园摒细甲风灾过后，积水扬起，清清平平咧，嘛伫水沟内做防治导药，教室内桌啊椅啊嘛拢拖出来洗，就希望降低产生炭病棒的风险。已经进行了2次全校的总整理，下礼拜开学之后呢，除了要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在跟小朋友宣导之外呢。我们每个周五的下午，小朋友都放学之后呢，我们会在自己再整理、再清洁一遍。风灾后，学校面临环境修复的挑战。高雄这阵传出8个本土填9个病例，伫边仔台南市嘛唔敢放外挂，就惊教室摊开，无法度收煞。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高山8例填9日的本土病例，卫生局是表示讲，经过基因比对病毒是甲今年越南流行的同款，认为可能是对国外岛外民众去画到无通报才会传出来。当地嘛，因为网虫的生态是真严重哦，市政府已经开出超过50张的罚单。民众一个一个来到抽血站接受抽血采检，看卖是毋是有为着填9节。高雄高山2号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了后，各单拢总有8例。除了头一个是主动就医发现的，后续7个拢是靠代采检验出来的。因为个案社区4颗连长查到423个积水器具，其中123个拢已经生水期。现在卫生局也将警戒范围扩大到古岩周边，拢总9个里。抽血已经是昨做哩，就伫里长遐就有做啊，阮遮是无啦，有严重的迄个区域啊，吼，有叫人去抽血啊。每天的房子那个蚊子都好多啊，都会啊，会惊啊，袂惊啊，所以你也看我拢那椅拍啦、喷液啊，我马上时常家庭都有在用。卫生局表示，经过基因比对，这摆病毒甲今年越南流行的同款，研判可能是有民众伫国外为着唔知，转来台湾就安尼传出去。卫生局强调，头一礼拜是防治的重点期，当地网虫生态点真正侪个严重，器具阳性率将近3成，已经开出超过50张的罚单。除了加强环境整理稽查以外，也来增加社区的采检站。根据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咱会布置这个喷药啊，以及扩大采血，就是疫情调查跟扩大采血这个工作，嘛拜托。在地乡亲会当多多配合。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摆验出来7个拢无明显的镜头，加设抽血站嘛是为着会当伫第一时间来阻断疫情传出去，希望民众会当配合接受抽检。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行政院内阁改组，今仔行政院长窦英凯公开 AI 行动内阁2.0的成员。总统赖清德表示讲，这届内阁改组有真侪少年人，重视专业甲重视经验这3项特色。
嘛强调讲，经济发展优先、民生优先、青年优先、绿色优先这4大目标。内阁改组新队形正式公开，由行政院长杜英泰带行政阁员隆重出来。我会要求未来所有的内阁团队要加速行动，积极认识，要有感施政，而且要我本身做起。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回应给国人，在这段时间对整个执政团队所有的指教。包含行政院国发会、经济部、卫福部、数位部等16回阁员调整，各宣布运动部会伫9月7号成立，第一任部长由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李勇接任，不过伊人无伫国内无来参加。整个执政团队 all in， 上下一心，让台湾稳健前行，这就是我们身上无可回避的责任。部长有什么舒服的地方吗？祝他一切顺利。部长会感到委屈吗？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做好照顾人民的工作。较真多台行政会副部长邱泰源由健保署长赵宗良承任，2人早起到庭参加立法院联席会议，无伤过济活动。在野党批评内阁改组无亮点，敢若是伫小小内部大风吹。这一次所谓的内阁改组，把它称之为改组啊，根本是一场大笑话，充分的显现出来，从赖清德到卓荣泰，目前摆出来的就是斗争内阁。要继续斗下去。总统罗清照表示，这摆改组有动向少年人重视专业甲重视经验3特色，有4大目标。我们希望整个内阁重新调整之后，能够以4个优先来作为目标。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优先，第2个是民生优先，第3个是青年优先，第4个是弱势优先。罗总统希望未来内阁施政更加接近民意，同时接触广会也引入新人。另外，民进党团一直有检讨的声音，佮传出已经发起提早改选总调电视司，兼指现今总调郭建民。罗总统是表示，因应当前的局势，党团若因改选，相信会更较符合社会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一般性补助款的争议，佮继续在炭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出席行政院会，伊是表示讲，一般性补助款甲执政党进前真正计划特别预算同款，对哪里大细心，伊无法度接受。一般性补助款一直咧争议，台北市府质疑行政院主计总处扩大解说一般性补助款总额无变，就错看个别政府一般性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身参加行政院会，佮批评一般补助款甲政检计划特别预算同款，当日轻拿无法度接受。我不能接受行政院这种透过扩张解释，很可能不公平分配的做法。行政院把一般性补助款变成地方政府不确定的收入，这将出现许多无预期的受害者。主计总处表示，新版财委法规范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总额，明比受发展前较少，毋是指个别县市政府总额，是台北市府扩大解说。国民党团是开记者会质疑，行政将一般性补助款改做申请制，了后地方政府拢爱靠别人，要提法案来反制提关补助办法的法律残疾。各县市的地方补助款都不得少于去年，这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我们要修一个法，现在是行政命令，我们要变成一个法律案，这个已经复委了，只是还没有排审。中央在明年已经多给台北市440亿，来到史上新高。中央给予台北市的财政挹注，在明年度成长64%。财委会修正大学增加直辖市甲全国各县市自有财源，不过干那连公权无增加反倒大减少，115年统筹分配款可能干那剩7.13亿，比受发展前7.23亿较少。官府也表达不满，强调恐惊无较侪经费推动关政，爱压制因应各项建设支出，已经透过议会单率性安排甲国科署9月7日开会，会邀请连江县议会斗阵，希望讲清楚个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 NCC 委员的人事案延前超过1档咯。行政院伫7月底佮提名将林森等4个学者，今仔嘛办公听会。在野党是强调讲，因会严格来审查。公听会学者专家希望讲 ，NCC 委员当赶紧来保护者，互 NCC 打击诈骗、并到换照的工作，通顺利来进行。NCC 4个委员会议一直无报，提出空等真久。行政院一直到7月底，再个提名成大资工系特聘教授蒋英先、东吴法学院特聘教授田明修、正大广电系教授黄伟伟，也甲世新团管系助理教授罗慧文担任委员。立法院28举行人事案公听会，在野党各再声明严格审查。NCC 的委员呢，应该严守法定的资格跟公正职责。不符资格会有利益冲突的呢，应该主动的来撤回这个提名名单都没有办法提出审查，长达1年时间没有补人，那立法机关又如何能够审查呢？行政部门的怠惰，政府部门的怠惰就是失职。因为 NCC 的委员会员业不足，造成广电业者换照业务这些重要业务拢暂停。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希望 NCC 委员赶紧补齐，莫造成业者的权益受损，而且打杂条例处罚修订暂停。学者也希望业务会当正常运作，为打杂尽心力。NCC 竟然花一个行政指导，要求系统业者，请你们审酌消费者权益哦，然后持续播送未获执照的频道。那这一种就是一个执法的乱象。我们期许是希望说，立法院人事权的同意权赶快通过了哈，因为不然我们现在委员不足，都没办法召开正式的委员会议。因为人事案一直无通过 ，NCC 也毋望新人事会当顺利通过，互委员会会当正常运作。若是未来4个提名人会当顺利通过审查，任期会当到2028年7月底为止。记者采访报道。今年的2月到3月，有一个骇客集团小连续针对国内大型的医疗机构、学校甲企业卡油攻击。检调查发现，讲台湾这个嫌犯甲中国人士斗空，非法摕到个资，维护诈骗集团，有掠到2个台湾人以上法办。其他中国的嫌犯因为是伫境外，会来发布通缉。调查官伫嫌犯住所在查扣电脑设备，有国内外民众个资，检调侦缉部队查发现是为者买来。自称是 Crazy Hunter 骇客集团，捌伫暗网被马街病院朋友告知，今年2月到3月之间，入侵马街中期等70间国内医疗机构，就连亚洲大厦甲有名企业也受害。骇客卡油无成功，就做无本生理，未告知来趁钱。犯之成员为赵姓路人及刘姓、郑姓2名国人，在扣案电脑中查获数万笔内含大批国内外各资之档案。以及与 Crazy Hunter 集团交易基证。检调发现有2个国人联手中籍人士用价值上百万加币货币，甲骇客集团达成交易，非法摕到个资，转被其他犯罪集团。即摆被掠2个国人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等罪嫌，获申了3万交保。中国社反对华人士甲骇客集团中籍成员拢无伫境内，会发布通缉。基本的防护，我觉得大家目前都有导入，但是你要更深层一点，或是针对于一些新形态的这种骇客型的入侵，或者是刚才讲到这种 zero day 的这种攻击，事实上，我觉得目前国内的防护可以再增强一点。国内无论公司部门拢陆续遭到骇客攻击，调查局事件各单位爱密切合作，关键建立或者加入治安联防体系，抵抗治安威胁。专家点出，各单位的治安防护拢爱阁升级，伫触发这种的犯罪应该加大力头，唔但爱淡化骇客，也免将违法买的人轻轻放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拍算要引进智能机器狗，也毋过有议员是表示讲，这只机器狗是中国製，恐惊资料会互传去中国违反治安法。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是有经过厂商的检验，嘛无连网络的功能哦。未来嘛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确定完全无问题，才会开始使用。台北市政府引进智能机器狗，希望用智能行道做未来道路维护的参考。这个代志嘛引起讨论。有机关指出，这个机器狗毋但是中国杭州宇宙科技公司制作的，而且5月这间公司就互美国质疑，可能会将资料传给中国。有机关就指出，使用机器狗已经违反交通安全法，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员会所说的这个大陆厂商要核定之后才能够去采购。那如果没有它如果是这个经过经济部、投审部认为它是具敏感性或国安含资安疑虑的范畴，就不得采购。机关嘛批评，这只机器狗要参与中国的军演，但是未来真正用伫台北市，甲街仔路的资料汇团，可能会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台北市府回应，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有经过厂商的检验，无连接网络的功能，未来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环境资讯的收集部分，我们也不经由它，是由我们背负的台湾自行开发运用的环境照相机来做取得。所以说，并不会有数据传输的问题啊。那有关治安的这一块，我们会再做审酌。针对市府之前宣布会伫9月让机器狗伫中山区试验，市府表示目前还未通过核准的程序，会针对大家提出来的疑虑，搁再讨论，确定无问题了后，才有可能上路。记者桂宗林、张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回答 NVIDIA 上新的财报价财报拢比市场预期较好，也毋过股票杀落价。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嘛强调讲，政府是无拍算要入股回答。讲到台积电，嘛表示讲，台湾甲台积电伫全球高阶晶片的领导地位已经形成一种安全风险咯。伫科技股带头大起，甲投资人对辉达财报信心的带动之下，美国标普500指数27收盘再创新高。不过盘后辉达公布财报，第二季财报甲第三季财报拢比市场预期较好。颠倒是辉达的成长引领资料中心收入连续2季比市场预估较低。指数盘后价有一是跌大65个百分点。NVIDIA has been coming to China for 30 years. As you know,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technology market in the world. 由于辉达成长变慢，和 H200晶片伫中国的出货量，拢是这个 AI 大厂爱面对的无确定性。尤其《金融时报》27报道，中国为要降低对辉达晶片的依赖，准备混大 AI 处理器的生产线，未来要甲产能提升3倍。另外，收买英特尔10%股份，川普政府敢会入股辉达？美国财长贝辛德拜三伫个福斯专访，明确讲无这种考虑。颠倒是贝辛德再次讲到台积电，伊讲晶片是美国的战略必需品，不过世界99%的先进制程晶片拢伫台湾制造，这是自从阿拉伯石油禁运以来，毋捌拄过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对科技战略高度关心。路透社报道，第27美国国防部长希克瑟斯讲，五角大楼伫知影 Microsoft 使用中国这个外包员工来维护国防部的混团环境了后，已经向 Microsoft 发出正式的要义批。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译。再来看美国明尼苏达州一间天主教的学校发生枪案，包括开枪的人在内，有3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总统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联邦调查局嘛已经展开调查。I thought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en when I heard it again, I just ran under the pew, and then I covered my head. My friend Victor saved me though, because he laid on top of me, but he got hit. I was 2 seats away from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I think I got gunpowder on my neck. 这个读圣母领报天主教学校小学5年加10岁囡仔，无偌久之前拄到政治玫瑰头壳顶，伊刚边听到枪声的经验。Shooting through the windows, he struck children and worshippers that were inside the building. The shooter was armed with a rifle, a shotgun, and a pistol. The sheer cruelty and cowardice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The coward that shot these victims took his own life in the rear of the church. A manifesto that the shooter had timed to be released on YouTube. This manifesto appeared to show him at the scene and included some disturbing writings. That content has since been taken dow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BI. 联邦调查局已经就国内恐怖主义，也有针对天主教徒的受婚犯罪立案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所有政府大楼降半旗，一直到礼拜。8月27日，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南边一间天主教学校，伫开学季的第1礼拜就发生枪击案，造成重大死伤。凶手也是死者之一。警方讲，枪手23岁查甫人魏斯特曼是一个人作案，之前无犯罪资料。当局讲，所有受伤的囡仔应该拢无性命危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南韩将通过禁止学生上课使用手机啊、甲智慧型的装置，按算2026年3月要开始实施。
有不少老师佮家长是拢认为手机影响到学习，也毋过冇人质疑讲，这个禁令敢有法度来解决禁手机的症头咧。伫要开学啊，学生囡仔伫课堂，大家手机一直耍的经常为明年3月开始就会禁止。 반대 30일은 기권 17인으로서 초중등교육법 일부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根据这个法，学生上课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啊、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也甲笔记型电脑，这有通讯功能的智慧型装置。手机禁令是行的算甲会严，有愈来愈侪研究指出，手机算调的这学生囡仔大脑发育甲情绪成长歹处真济。毋过法案嘛有设置的例外情形，若是学生囡仔因为身心障碍，还是特殊教育需求，还是因为教育的目的紧急状况，经过校长甲教师同意，会当伫课堂内使用相关设备。南韩人口5100万，政府调查发现，2024年有1/4对手机先过头使用，10岁至19岁青少年比例加一倍，差不多43%，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南韩毋是头一个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手机管制的国家，芬兰甲法国已经有针对小学也是特定年级实施类似的措施。意大利、荷兰甲中国是将禁令扩大到各级学校。 上早实施青少年社群媒体限制的澳洲，这阵嘛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范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刑事长抓到一个诈骗集团，主嫌是利用电商来做暗藏，利用滥用开真侪假的口罩，为互境外诈骗机房来使用，嘛甲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对咱国内民众投资诈骗，被害人的损失是超过1亿7千万。 警方抓到姓地主嫌，马上去伊伫新北的徛街所在，查到大批证物。我们会执行搜索。警方调查姓地主嫌为去年初开始，我来借口设公司做掩护，实际上是请员工用人头门户大量建立赖销户，佮为互境外诈骗机房。另外一方面，也甲境外诈团合作，建立投资群组，吸引被害者加入，佮用投资黄金虚拟败者为术，营造短期获利的假象。假投资群组后，以投资黄金短期高额获利等话术。 诱使被害人登录假投资网站，前期营造获利假象及实际出金，取得被害人信任，投入更多资金，并透过车手佯装币商与被害人面交。 警方指出，目前清查被害者内底大部分是女性，其中包含小资族以外，有3是财力真高的高资产族群。为促进对方，除了继续关心以外，也可会送高级介绍真悬的精品，来吸引被害者投资更加侪资金。不是一次就投入大笔资金，它是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投入，这过程会比其他小资主还来得长，所以它是算针对高资产的民众。 有刻意的长期经营。警方今年初开始启动3摆查缉，查到犯嫌总共16人构陷，高说服被害者报案，阻止财产扩大。目前已经知影23个被害者财产金额超过1亿7千多万。专案依照早期犯罪防治条例甲洗钱防治法者的罪嫌，移送台中检方侦办，包含姓地主嫌甲2个水房干部已经被法院羁押。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内有民众透过 App 买一款 AI 音乐软体，虽然强调讲唔免付钱哦，也毋过落买伊的信用卡刷封口6990块。其实有袂少的民众哦，拢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消保官是表示讲，业者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也毋过嘛讲哦，因为这 App 拢是国外开发商，钱想要留转来，恐惊无遐尼简单，所以一定得爱先看好清楚规定。 手机小点者真轻松，就会当下载 App。不过，这阵网络发生灾情，有消费者看到优惠的消息，一款本来要万外的 AI 音乐软体，限时特价免费，一步一步下载了后，选 App 内底免钱的选项，无想到跳出路卡通知，才互人发现路6990块。因为以前都一路这样操作都不会有问题，然后我就按2下付款了，然后就中招了。中招之后。 就开启我一路的这个申诉啊追讨，这个很明确的就是诱骗。
点开软体评论页，未少消费者有拄到类似的状况。原来准讲消费者选免费的选项，跳出来的付钱通知也是会显示一届收6000外。消费者若是无注意，就完成入卡。不过消保官嘛警告，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一刚开始以为是0元，那扣款的时候也以为是0元，就没有特别注意到扣款是6990，于是就按了订阅。然后就产生了扣款，这样子当然是违反那个没有清楚明确告知那个消费资讯的这一点。根据台北市消保处统计，今年1月至8月，类似的手机App 付款争议都有10件以上，不少人拄到开始是免费试用的 App， 向开始扣钱。之前就是有用过记账软体，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要收钱，但就已经被扣了，就算了。大部分是那种辅助程式会直接删掉，因为觉得说你骗了我啊。一开始是免费的，怎么突然变要钱的？消保官嘛提醒，不少停息的开发商拢伫境外，扣钱了后，要搁讨倒转来机会少。各位停息进前，一定爱甲相关的条款、但书拢看清楚，防止白了钱。记者采访报道。即卖因为大学校园自主，警方是袂当随在出入校园，诈骗集团就利用这款限制，甲屏东几啊间大学校园的 ATM 当作是车手领钱的地点。屏东县警察局4月开始就参学校来合作，要来打击诈骗，嘛已经抓到17个嫌犯咯。第3个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了解哦。出动抓人，过来的诈骗集团徛伫车边，警方接到学校通报，哪像有诈骗车手伫校园内底 ATM 领钱，不过学校与警方合作，抄到汽车、电脑和手机这的犯案工具，各有51万的现金，逮捕诈骗车手。我们了解车手的转移啊，他有时候会用境外的学生来当一个车手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有热点在群聚在校园内的 ATM 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我们这个打击的一个专案。警方发现这几年啊，诈骗集团为着闪避查缉，把取款地点转去大学校园内。诈骗集团车手集中伫美和科大、屏东大学等6间大学内提款机领钱。1月到7月就有552笔的记录，前后抓到17名嫌犯。鸭舌帽，然后戴口罩，就是在提款机前面掩饰面容者，就疑似可能是车手，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学校教案中心的值班教官就会接到通报，就会前往去关心。强化校园与警方间的及时合作通报的机制，全力遏止，还有保护我们的学生不要被诈骗集团利用，而且吸收成为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美和科大校长讲，校园有3台 ATM，4、5月校园人员就发现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大量领钱，就随通报警方。学校嘛烦恼学生互诈骗集团吸收，会持续甲警方合作。警方嘛鼓励民众检举，协助警方成功抓到有1万块的奖金，呼吁全民做伙打击诈骗。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北市交通局宣布讲，9月13特别大讨论真久的公馆的因权拆掉，甲公车地下道囤互平。今仔早起民间团体佮有当地里长甲附近的大学生代表是呼吁市政府，为着避免交通的黑暗期应该用成本较低的方式来改造，优化因权的路线。台北市交通局是强调讲，工程会伫65天内完成。就算毋是上下班高峰的时间，台北市公馆的依权，那公车一班搁一班，汽车甲机车也真多。台北市府考虑公馆的依权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宣布要伫9月13甲依权拆掉，搁甲公车地下道囤起来，引发民间团体甲附近学校佮里长的反弹。拜市透早做会召开记者会。一旦填平，将会导致我们往返的时间增加1倍以上。我们希望蒋市府可以听取在地民意，把地下道填平的情况下，这些车流刚刚提到的每小时大概约300辆的车流回归到地面上。我不确定这样子的车流拥塞程度会严重成什么样的状况。过去台北市长蒋万安捌宣布，公馆依权连续7年拢是台北市真高发生意外的第1名。不过当地居民烦恼，废掉专用公车地下道会冲击交通。正常台北市府要召开公听会，但是附近的居民甲民间团体建议先试办调整号志甲标线。不过双方无达成共识，台北市府表示9月13会分2阶段拆掉公馆的依权甲公车地下道囤起来，按算65天内完工。标线的改善效果大约是5至12%，而正交处理的部分
改善效果预估是63%，这部分都经过专家学者会议讨论来做过确认。目前台北市高工处回应会按照计划拆掉公馆的圆圈啊，不过若真正甲伊拆掉，敢会互交通阁愈正力，也是会互交通事故减少，这有关爱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婚姻馆甲11间护理学校签约，要补助留伫婚姻的护理人员1个月3000块的奖助金哦，一档要提供50岁公费护理系学生，一档会当补助16万块，毕业了就爱留伫婚姻服务。办公3档内哦，婚姻馆的护理能力会当通增加到3000个人。护理人员无用顺便帮准备药啊，为着改善婚姻馆内护理人力无够的困境，婚姻馆府甲11间护理专科院校签婚姻馆护理人力培育策略联名，提出留任的奖励、人才培育甲友善工课场3大策略，希望吸引更较侪护理的人力来婚姻吃头路。那当然呢，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结合中南部所有的护理的大专院校大家共同来培育人才。所以呢，不只是你现在要毕业的领到这个证照以后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开始333的计划。婚姻馆府表示，留任的奖励每个月补助给当场甲病房第一线护理人员3000块。因为人才培育是甲中南部护理的大专院校合作，114学年度规划50名公费的名额，今年一人补助16万。毕业考护理师证照了后，转去到婚姻馆的病院服务。一个注入我们培育的人才的一个活水。那站在这个护理人员的一个培育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止把护理的专业做好，我们有更多培育优秀的人才能够留宿在云林县。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疗院所会透过这3支箭去完成我们这样子的留任计划。婚姻馆卫生局表示，馆内大专院校因为无护理的相关科系，加减影响到辖区病院招护理人才。即马除了透过奖励金、学费的补助，也规划医护人员托育中心、日照托老所等等，协助医护人员分担家庭照顾。5望3年护理人力由即马的2600多人增加到3000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市图书馆的总馆因为去新馆2020年3月开始暂时就无法度来提供借册服务，要等到明年完工了后，才会当搁再借册。最近新竹市的审计室是纠正，认为讲这造成民众无方便，嘛降低挖土的关系。像这些就是我们总图典藏的书籍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做整理。来到暂时放册的礼堂，会当看到规个堆甲满满时，数量实在真惊人。工作人员嘛伫咧赶工，甲册做好分类的工课。新竹市图书馆总馆因为当个新起工程，造成我25万本的册无法度互民众借，而且时间一拖就是6冬。最近就互审计室提出纠正。放在这里感觉蛮浪费的，而且还不知道会盖多久，会不方便。但是我们有其他的管道，像是电子书然后其他的分管之类的，就是可以有其他的管道去借阅。文化局回应，其实大部分的册伫总图书馆新起进前，就已经刷到其他分馆提供服务，暂时放伫遮拢是平常时较少人会借的册。另外，这段期间，其他区域的图书馆冇增加实体甲电子册，互民众来借册。那封存的书籍呢，多为罕见书，未来也会保存在我们新总图的密集书库。另外，在新总图新建期间，本市各图书分馆也持续添购实体电子书的馆藏，总量已增加约15万1000余册，让民众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可以随时借阅电子书。文化局指出，根据统计，到2024年底为止，新竹市所有的图书馆加起来的册有94万800多本，用新竹市人口45万7000多人来计算，市民平均有2本以上的册通借。明年总馆完工了，也继续增加数量，丰富民众阅读的资源。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教育部对2021年开始望讲学校会当来推动无肉日，目前大约是有5成以上的国中小是有推动素食日。也毋过有家长佮学生是反映讲，素食日的中昼顿真歹食，迄个学校的粉拢会炖甲拿沙咧，实在是真浪费。嘛望讲教育部应该着爱检讨，用心来推动。为着要让学生伫学校加食青菜，教育部要求学校一礼拜爱实行1天的学校食菜日。立法立法委员、民间团体、家长等等，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有家长反映讲，囡仔常常会怨学校的中昼顿歹食。另外，民团嘛指出，
食菜日迄天，学校的饭菜拢会剩真济，厨余量都剩非常多。那学生也都反映很难吃，然后当天大家下午肚子都很饿，去反映说，因为我们是蛋奶会过敏。那我发现我们台湾有很多蔬食的选项，但是我们在学校营养午餐是没有办法选择说我们只想吃全素的。有立法委员要求学校会当增加较济食物量备，设计符合学生的中昼顿，家己教育课程，让学生知影食菜的重要。民团嘛呼吁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爱检讨饭菜剩伤济的问题，建议家己一寡食物肉调整食谱，嘛会当比加工肉搁较健康。像台中或台南市政府，他们有在把这个周一蔬食餐纳入这个营养午餐自治条例这样子的推广的方式。国际癌症的研究机构其实都已经把这个像火腿、香肠、培根、热狗这一类的动物性加工肉品，其实都已经列为1级致癌物。可是素肉并没有。针对记者会提出的建议甲反应，教育部回应讲，会甲建议早转去和专家学者讨论，推出更较适合囡仔甲学校的中昼顿营养基准。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环境部今仔召开海顶离岸式风力发电计划1号机风场的观察分析报告，海南线要改对中华那边的风源海平涨花。来自中华的民众佮环保团体早起是去环境部来抗议哦，因认为这项规划根本是甲海平开肠破肚，严重破坏生态。海顶离岸风电计划伫第2期无得到用量的分配，所以协定风场的范围对95缩小做31.6平方公里。风机上大高一机的装置用量也对12变做20 MW， 减少风机的数量。开发单位表示，会使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其实可以减轻对海域的影响，同时在营运之后呢，对于鸟撞的一个撞击的影响也会有所减轻。为着让病网更较有春秋，开发单位增加中华南平共同农道，海底电缆会对原地北平改为南平上花。透早来自中华渔民、居民和环保团体来到环境部抗议，批评新地点就是村规风远国际级别海平改破肚。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海岛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肮脏的脏店，也是个雪店哈。居民佮甲当地海水甲土埋滴过来，指出3年前有电缆冲击当地海平，饲蚵仔受到真大影响，3年拢无通讨摊。即马海底电缆又搁要救来遮，渔民真生气，甲开发单位骂。现在还要坐在我们科前附近，你真是王八蛋呢！你不能怪他生气。而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考量到别人的生计。开发单位针对海平时间影响，地区限铺物质高度增加，因讲会使防止水落去的浮塘甲瀑布，抑制我们这个悬浮固体的扩散。绿电开发搁再引发在地不满，能源署的代表敢若表示，乃当兼顾环境相关的议题，支持离岸发电。不过中华管府是真积极批评开发单位，无爱讲甲电缆救上花对海洋的影响，也这个内容无明确，真歹做实质的审查。认为海底电缆的工程时间应该标示实际路线，来做实质的监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东部最近接连受海岸海底扩大，第宜兰哦，搁有一对观察头海岸无仔囝扩大嘛救无回来。伫红头树哦，嘛有死亡的案例，目前是拢个了解死因。日前暗头啊，有钓鱼民众伫宜兰领卡沙堡发现有海岸跨沙，通报划船队来救援。到的时发现是一对母仔囝，伊也通知警队协会甲海保署合力抢救，也派出大型的机具，甲2.9公尺长的阿母吊挂到宜兰防疫所，由兽医师来检查。经协会评估生命迹象尚可，故规划将2只鲸豚带回宜兰动植物防检疫所实施评估。经过鉴定是小抹香鲸母仔囝，兽医师检验发现阿母有严重的空喙，并且发炎失血，活的几率无悬。二爸透早决定注药剂甲伊人道处理，因为伊的囝也拄出事，伫阿母死亡了后，判断无法度活落来，也做回人道处理。小只的抹香鲸它因为才刚脱离。胎盘还粘在身上，那还有一些还在喝母乳的一个状况啊。那在母体人道安乐死的状况下，那幼体大概也存活不易。假设你把它幼豚放回去，它应该也是就以动物福利来讲，跟国外的现在目前的做法来讲，那就是
选择应该还是人道对他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实东部海口自这礼拜以来，常常发现有海岸海底跨沙，而是第当期发现豆腐沙跨沙死亡，二老伫红头树有一只鲸豚死亡，拢当咧化验死因。专家认为讲，过去东部伫个月了后，海象改变，会常常发现海岸海底大型的鱼仔跨沙死亡，真侪是破病受伤，互大影加重花。好有民众若发现，就随通报，互专家来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仔是青牛马生哦，台湾各地头有无同款的风俗。咱来看中华鹿港有文史工作室提早来办拜青牛马的活动，嘛教民众来做糖粿，了解青牛马生的风俗，咱嘛做伙来了解。大人囡仔甲粿菜拿做圆的，用手指头啊为中央垫一凹，那像是一个碗。相传这是要用内底积卤的白菜，嘛是中华鹿港拜青牛马一定爱有的糖粿。鹿港有文史工作者举办青牛马拜拜体验活动，互民众了解在地民俗传统。其实在拜我唔知是什么意思，可是在这边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缘故，然后还有它的意义是在哪里。青牛马是保庇囡仔大汉的生命啊，就带因来体验看卖。旧历7月初7是妇女囡仔的守护神，青牛马生的日子，伫鹿港也保留传统的祭拜仪式，下摆加酒油饭，代表生产顺利，保庇囡仔健康大汉，继传婴仔花、藏母蚵等等，其中上重要的佫有青牛马蛋。上下底伊有一个那花干的形体啦，吼，中辈甲咱所讲的，就是讲那妇女的这子宫，哦，孕育这生命。悬顶这就是青牛马大的所在，啊，上悬顶就是天台。主办单位表示，鹿港人拜青牛马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唔但展现父母疼小囝儿逝世心意，嘛是传承地方的记忆。不过现代生活模式改变，愈来愈少人知影拜青牛马的传统。文史工作者希望透过体验活动，互民俗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县溪口乡的武术路发展130多栋路，为着要保存这项文化，溪口国小成立武术社团，邀请在地武馆的师傅来教，望讲传统的武术通传承落去。溪口国小的囡仔摕着传统武术的基石来练习，徛伫后壁看的师傅，若是看到唔对的动作，就念伊来示范，互囡仔看。甲因的拳头师讲，即摆囡仔学传统武术的心态，甲因较早无共，爱互因感觉趣味，才有法度豆豆仔来推广。尽量互因小朋友甲小朋友，互因去互动。啊，咱若一边啊甲变成讲，因会惊咱，啊，咱变成讲，就我讲尽量讲互小朋友甲小朋友，互因去互动啊尼，安尼因才会产生迄个兴趣出来。乡公所伫2021年的时阵，捌去过一出记录在地武馆的纪录片，为着要保存在地武术的文化，乡公所就邀请武馆甲溪口国小来合作，成立武术社团，请乡内武馆的拳头师来教囡仔传统武术。咱成立武术社团了后，咱一寡活动，有当时啊表演，就使请囡仔来参与，啊嘛囡仔会使透过安尼物件来认识咱传统的这武术的文化。乡公所表示，乡内因为少子化甲人口老化的状况，乡内武馆拢拄着传承的问题，希望透过学校的资源，毋但替在地武馆找到发展的机会，嘛互溪口发展130多栋的武术历史，会当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推设原住民的料理，南投县政府开设55点钟的办桌培训的课程，互之前已经取得认证的原住民餐饮业者会当过来学办桌。学员照老师的指导，把鸡仔切薄薄放伫盘啊，互料理看起来水果好食。南投县政府对5年前开始推动行大猪标章认证，辅导原住民族餐饮业者摕到认证。不过面对市场需求多元化，进一步办理原住民食食办桌总破赛养成班，专业度还有我们的创意料理都有提升，也期许成立烤大猪合作社的部分能够更好。他们有接到的活动，由我们这些有上过课的职人、有认证过的职人来去做处理，对一些消费者的权利也会比较有帮助。官府表示，除了推设行大猪标章认证，目前嘛已经辅导成立合作社，
好在航大地师傅有机会接触全国甚至外县市的工课。亲像今年国庆宴会伫南投办，县府就请因去办到，若要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嘛是一个推广的好机会。融合着因的材料做，这较是重点，无因单单定行底尔。我们南投县内的各项大型的活动，我们都先邀请我们认证过或是合作社的一个业者，东处做结合。南投县府讲，未来嘛按算伫南投地区文化园区设立航地餐厅，同款由南投县航大地合作社来负责，互全国游客拢会当食到有水准的原住民航大地料理。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